事儿，来鞋，新换的。谢谢。这边水、饮料、咖啡都有，你喝水吧。我不用，谢谢。你不用，但你皮肤需要。你看都起痘了，典型的水油不平衡。来。呀，来啦！师姐，你也来啦，好乖呀，我们都见过。这是格格，我这房子前年买的，买了之后就开始跌不休的跌。这不是为了还贷吗？我就招了俩租客，一个是格格，另一个姐们刚搬走。房子没问题啊，他知道我和格格在殡仪馆上班，吓跑了。你说这年头还有房客嫌弃房东的？你看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就在这住着，房租950一个月，既付，物业归我，水电煤咱们平摊，合适吧？那我可以按月付吗？行吧，而且第一个月的房租要等我拿了工资才有。都穷成这样了吗？那你上午还那么硬气呢，说不干就不干啦？行不行吗？行吧，看在小狗的份上，它那么可爱，那你俩玩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他去哪儿啊？去相亲。爷爷吗？你不能挤。要用面膜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从来不用这样。你试试看，很有效的。你也要出去吗？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我找到了房子，和2个殡仪馆的同事成为了室友。我对他们的了解称得上贫瘠，以至于他们周身艳丽的色彩对我造成了某种视觉上的巨大冲击。这不是我认识的他们，但或许这才是真实的他们。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听你妈说你做化妆的呀？啊，对，化妆。那你是哪家婚纱影楼的呀？我表妹下个月结婚，刚好呀，我把你介绍给她吧，你给她打个折。行，那个我先去洗手间。啊，你去。今天的演出效果不错。谢谢啊，那我下周还按照这个时间过来。哎，您知道之前在我们这儿演出的是谁吗？王丽丽。我也参加了她的告别仪式，所以，除非你辞掉殡仪馆的工作，才有资格继续在我们这里弹琴。可是我……哎，抱歉，请你理解。那麻烦您把今天的费用给我结一下吧。好。谢谢。这么巧啊？干嘛来了？走了。谁走了？他。买单了吗？说好 AA 制的。我买了，陪我喝酒。
赵三月，你真是我见过胡子最糙的女人。谢谢。他让我辞职，凭什么呀？他一个陌生人，凭什么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？他是啊，他是没资格呀，但是他就是能不用你，气人不？其实你就算不在殡仪馆工作，你也能找到其他的工作吧？那必须的。格格学的是播音主持，是吧？还参加过唱歌比赛，后来还被那个星探给探上了，还拍过广告，是不是？然后一毕业就进海江电视台了，当外景主持，干了3个月，话筒给整丢了，就不干了。是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殡仪馆当主持人啊？找人聊天啊？没有，就以前做主持人嘛，说好多话嘛，念稿。然后回到家以后呢，一个人在外地，就发现安静下来啊，连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。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，想做什么样的人啊？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不是跟我现在差不多吗？反正正好有次机会，就去